82开始咧，到后只会看82、83、84。看这个哦。我哩这个有两这个。
驾，向无极老母行3鞠躬礼，前到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坤到1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。各位前贤，请先坐下。各位前贤，目前呢，我们以及点传师刚从楼上要来我们现在教室里面，所以在这一段期间呢，请我们各位前贤保持安静。那么如果说我们有手机的，请现在拿起来关静音，请先拿起来关静音，感谢慈悲。那因为呢，就是